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睇小弟嘅頻道。之前咧，我出過啲片係講有關新皇崗口岸啦。咁有啲網友咧都會問啊，到底新皇崗口岸啟用咗之後，有乜嘢巴士係可以直達到去新皇崗口岸呢？因為之前都有啲官員咧就放風啦，話因為新皇崗口岸嗰個面積嘅關係咧，就未必會有咁多條巴士路線可以直達去呢個新皇崗口岸嘅。不過啦，最近咧沙田區議會嘅交通運輸委員會咧就有一份文件，就咧係運輸署提交嘅，咁啊流出咗，咁就係講咧有關咧呢個皇崗口岸重建完之後咧有啲乜嘢公共交通運輸服務嘅安排嘅。睇落去咧又唔似係話咁少嘅，咁但係你話咧區區都有，當然冇啦。咁咧呢條片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都係咧源自於咧沙田區議會呢一份文件啦。咁另外咧都講翻小弟而家嘅情況先啦。咁我因為而家都唔喺香港啊，而家喺成都啊。所以咧我拍片出片咧都暫時咧就出唔到字幕住噶啦。可能我翻到香港之後揾到 AI 啦，錄翻個字幕，跟住咧大家如果喺 YouTube 度就撳翻 CC 嗰個功能，咁就可以加翻字幕噶啦。喺講正題之前啦，都做個宣傳啦，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另外咧，訂閱埋小弟個副頻道啦，小編 K。咁副頻道咧都係講下啲新聞啊、政治啊咁樣嘅。有留意開小弟嘅 channel 咧，都知咧我呢個 channel 咧就俾 YouTube 限咗盈利啦。唔知第二時咧仲有冇呢個 YouTube 啦？可能突然間有一日咧消失咗都有機會。咁所以咧都真係希望係幫手啦，訂閱個副頻道。如果有咩事嘅話咧，咁我個副頻道都可以做翻主頻道應該做嘅嘢啊嘛。咁講翻正題先啦。新皇崗口岸咧嗰啲內容咧，其實之前嘅片都已經講過㗎啦，我呢度唔多講啦。咁至於交通嗰方面咧，地鐵都唔講㗎啦。北環線支線啊嘛，10年後左右先至有。今次咧就主要講下啲巴士小巴點樣安排嘅。咁首先講專營巴士服務方面啦，即係咧九巴、城巴、龍運啊、大嶼山巴士嗰啲啦。而家咧舊皇崗口岸咧嗰個服務方面咧，而家係有3條嘅巴士路線咧係會去呢個新田公共交匯處，再轉乘黃巴嘅。咁呢3條路線咧就分別咧就係新田公共交匯處啦，去小西灣、南灣半島嘅城巴976A 路線。第二條咧就係天水圍嘅天富去上水嘅彩園嘅九巴276B 路線。第3條咧就係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去沙田市中心嘅 N73 路線。咁呢3條路線咧就將會咧將個總站咧就伸延到去咧新皇崗口岸嘅。咁我都咧截咗區議會嗰份文件啦，因為佢都有個地圖咧，上邊咧就有條新嘅路線俾大家睇嘅。咁城巴咧976A 路線咧個總站會伸延到新皇崗口岸啦，並且而家咧只係咧服務繁忙時間，提升至全日服務嘅。咁至於九巴啦276B 路線咧就改咗啦，由天富去呢個皇崗口岸嘅。咁中間咧就會咧經過元朗市中心嘅。不過原本咧276B 咧就係天水圍去上水噶嘛。咁但係因為路線改咗嘅關係咧，咁呢條路線咧以前咧去上水彩園咧，而家就唔會去上水彩園村啦。咁至於咧 N73咧都係咧將個總站伸延至新皇崗口岸，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另外咧，除咗原本嗰3條巴士路線之外咧，運輸署都建議咧開辦4條新嘅專營巴士路線嘅。第一條咧就係新皇崗口岸啦，來往葵翠邨公共運輸交匯處嘅。咁咧佢咧預計咧係每日提供全日服務嘅，途經啦葵芳、青衣同埋大欖隧道轉車站嘅。咁第二條咧就係皇崗口岸去呢個啟德世運道經中九龍幹線嘅。咁佢服務初期咧就提供每日上午同埋下午嘅繁忙時間服務嘅。咁另外咧，如果啟德咧有大型活動啊，例如演唱會啊，咁就會咧按需要就開特別班次咁樣嘅。咁咧佢都係途經啦啟德體育園啦同埋大欖隧道轉車站一帶嘅。咁第3條啦就係皇崗口岸去烏溪沙站公共運輸交匯處。咁呢個咧都係每日提供全日服務嘅。路線就係經馬鞍山、科學園、廣福邨轉車站、古洞北同埋新田公共交匯處嘅。
咁第四條咧就係皇崗口岸去青山灣巴士總站。青山灣巴士總站或者係屯門啦，三聖村後少少嗰個青山灣啊。咁咧佢係特別啲嘅，唔係每日服務啊，淨係星期六日公眾假期提供全日服務嘅啫。咁咧佢就會咧途經咧屯門市中心啦，同埋洪水橋一帶嘅。同一道理啦，我都係咧將區議會嗰份文件咧截咗圖嘅。咁咧嗰個頭先咧介紹嗰條路線咧，咁咧就會喺熒幕上出現相關嘅路線地圖啦。咁大家咧可以慢慢睇嘅。咁順帶一提啦，講開巴士咧，大家對皇崗口岸咧都一定係咧覺得要坐黃巴噶啦。咁咧呢個係舊時嘅，如果新咧嘅皇崗口岸咧啟用咗之後咧，黃巴服務就會取消噶啦，因為咧佢哋將會咧做合作檢查一次放行啊，即係所有出入境手續喺同一棟裏邊發生晒噶啦。咁又唔明可以睇翻之前我嗰條片介紹嘅。即係咁講啦，黃巴咧就即將咧會消失噶啦。講完巴士就講小巴啦。而家咧喺日間同通宵時段咧，都分別咧有3條路線咧，就去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同埋落馬洲管制站為終點嘅專線小巴路線嘅。呢6條線咧，新皇崗口岸啟用咗之後咧，都會轉咗將皇崗口岸成為總站噶啦。咁包括乜嘢路線咧？咁包括啦。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嘅 44B 路線，屯門碼頭開出嘅 44B1 路線，八鄉路即係近大欖隧道轉車站嘅78號線，另外仲有屯門碼頭開出嘅 N44B 路線，仲有天水圍開出嘅 79S 路線，仲有旺角開出嘅 616S 路線嘅。呢6條路線咧就將會咧將個總站就伸延至咧新皇崗口岸啦。除咗咧搭巴士啊、小巴之外啦，近年咧都好興咧搭嗰啲旅遊巴，即係嗰啲環島啊、中旅啊嗰啲巴士就直去關口嘅。咁運輸署咧都建議咧有幾個點咧就增設呢啲服務嘅，例如咧就開設旺角線，就由上海街近朗豪坊出發啦，咁經太子長沙灣荔枝角一帶再去皇崗口岸嘅。咁另外咧整條油尖線啦，就由柯士甸道跨境巴士總站嗰度開出啦，經油麻地、佐敦、尖沙咀一帶。咁另外觀塘線啦，藍田站公共交匯處，咁經藍田、觀塘、九龍灣、鑽石山一帶嘅。港島方面啦，咁就咧建議整條灣仔線嘅。就由會展站公共運輸交匯處，咁途經灣仔同中西區，再去新皇崗口岸。最後新界方面咧，就荃灣線啊，由愉景新城公共運輸交匯處，咁就咧經荃灣市中心啦，同埋荃灣西一帶，再去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注意翻啊，頭先講過嘅路線咧，其實都係運輸署建議嘅啫，特別係新路線啦，暫時咧係未知邊一間運輸公司、巴士公司會承包呢一條路線嘅。咁至於的士方面啦，的士咧同其他關口一樣啦，都係咁樣上嘅啫，就可以直去咧呢個皇崗口岸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啦。咁至於以上路線咧嘅車費價格問題咧，咁相信大家都會比較關心噶啦，特別咧啲60歲以上咧由2蚊變咗2折咧，都唔可以話唔睇個車費咧就上車啊，所以大家都比較關心個車費嘅。咁但係運輸署咧就話啦，都未開始相關程序嘅，暫時咧都未知係幾多錢車費啦。不過咧佢都咁講啦，將會咧按現行嘅機制去釐定啦，確保咧嗰個車費係處於合理嘅水平，就係咁簡單嘅啫。不過咧大家都注意下啦，通常咧呢啲去內地關口嘅巴士咧，通常咧都會比其他路線咧其實會貴些少嘅。即係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明嘅，因為咧通常呢啲巴士咧好多都係坐滿啦，而且咧差唔多一上就上公路噶啦，冇乜機會塞車嘅。相對啲翻工車嚟講咧，其實佢個行車時間咧又短咧，又比其他路線咧又滿客嘅，其實咧賺錢賺好多嘅。咁至於嗰個價錢點解咁貴咧，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呢度就唔多講啦。咁今次咧就講到呢一度先啦。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新皇崗口岸呢一個安排有啲咩意見啊，都好歡迎留言啦。咁另外啦，希望大家幫手啦，訂閱呢個頻道之餘咧，訂閱埋小弟嗰個副頻道小編 K。咁咧連結都會擺喺介紹嗰度噶啦。咁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啦。
都有啲網友話啦，喂，近排冇乜點出片嘅，咁講真嗰句啊，盈利都俾人 cut 咗，做片嘅動力咧係真係低咗嘅。咁另外咧，因為都長假期啊，咁去旅行，咁去旅行又唔係好想剪片，咁所以咧就出得慢咗啲嘅。咁 anyway 啦，因為5月尾咧，我又可以再去 YouTube 嗰度咧申訴翻我嗰個盈利咧點解會俾人停啦。咁睇下上訴上唔上到啦。如果上到嘅話，都應該有啲誘因俾我可以做密啲片嘅。咁如果唔得嘅話咧，咁都冇辦法㗎啦，生活要緊啊。咁我就唔中意咧話要開會員頻道啊，叫大家課金。咁所以咁我就寧願自己其他工作揾多啲錢，咁就好過啦。咁 anyway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如果大家有用開內地嘅支付寶，就有個優惠同大家講嘅。你只要用內地版嘅支付寶去掃呢個二維碼，就可以獲得一個實體店通用紅包。呢個紅包啦，幾個先至幾蚊都有嘅。你攞咗之後咧，可以喺72個鐘頭內去到內地嘅實體店，包括路邊攤啊、美食車啊都可以用嘅，無門檻消費即減嘅。呢個二維碼咧，你每日可以掃一次嘅，但係咧你同一時間咧只係可以擁有一個紅包嘅啫。即係簡單嚟講咧，你可以咧將呢個畫面嘅二維碼截定圖。咁如果你確定聽日或者後日咧係返內地嘅話咧，咁你可以而家用支付寶掃咗個二維碼，攞咗一個紅包先。去到內地之後咧，用咗嗰個紅包之後，再即刻開返嗰個截圖，掃返呢個二維碼，再攞到個紅包，咁就可以用2個啦。咁利益申報返先啦，呢個二維碼就小弟嘅。如果你掃咗我呢個二維碼再消費嘅話咧，咁支付寶咧每個消費都會俾翻1至幾個仙嘅回贈俾我嘅，咁唔多啦，當係支持下小弟嘅。而且我亦都係唔會知道咧掃我二維碼嘅人嘅全名啊、資料啊，或者佢嘅消費記錄啊等等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大家都知我個 channel 係唔開同埋唔會計劃開會員嘅啦，咁所以搞啲活動，大家有着數當幫補下啦。